我招三个朋友，同齐算蛇甲马蚁，毋过伤紧就结束。聊得赢13分，咱恭喜！祝大家转年快乐！输紧了吗？我可无发现呢。所以这是后半集，大家会使先去看顶半集。无咱甲送甲上尾，搁来一摆，毋是搁来一摆，咱搁继续。刷来，甲落刷连刀啊！那要拄好着高步着高低啊！我咧 test 的时阵无想到有即种情形呢。我是有 test 过，看袂出来吼。啊，我拄则行两步个完全无物件。系啊，好笑。全部拢空诶。可能迄红包拢互大家捡去啊！你看，大家安怎行拢无。我嘛空诶，大家即马拢空诶。真正毋是逐当拢伫过年。虽然即摆是过年节目啦，虽然是过年节目，要毋过咱一解算诶，互阮知影，毋是逐工拢伫咧过年诶。你即摆加速加足紧诶哦，因为无啥物代志通好做啊。迄紧着，以你诶好运之轮，行两步吼，请讲一句甲蛇有关系祝福的话。好，祝大家怎样拢好。水，怎样拢好，怎样拢好，袂歹。你搁行到遮，搁互你一个好运之轮。应该是两步啊，两步。刷来，咱甲落山镰刀啊！一两三，红包哦，是。请问你要逐工拢食足饱，毋过食无滋味，还是你逐工敢若食一顿，毋过消好食诶？当然嘛是逐工食一顿，但是消好食。甲我想诶共款，我感觉安尼较好，较浪漫。系啊，无咱这人生无滋味，他嘛较有意思啊。总算是大口个这样，有滋味。哎呀，对啊，真赚呢。嘛对呢，会使减肥呢。对。我煞无想到。你会当甲一个人交换位哦。来，请问你要甲送换？我看卖，我甲伊利换啊。你甲伊利换，刷来，咱甲绿地镰刀啊。即马痛苦是吧？对。反正你即马是上好个啊。嘛对吼，敢若当算一个好运之轮尔。水。那感觉我搁捡着3箍。吧？水。刷来，落山行一步。一步。来绿地。不要紧，一步一步，逐行行，才会跋倒。嘿，虽然讲拄则甲你换位。5步设置跋倒哦。1、2、3、4、5，哎呦！红包传输啊！落山嘛咧飞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拄则是倒着偌济。哎呦！现在遮有物件，恁都拢跳过啊。嘿啊！我好在。好运之轮。水。个会当交换位啊，太可是这。交换。来，绿地你要甲送换。我看落山换哈。刷来，咱伊利的刀啊。落山搁倒转啊！互你倒算。一步。个相汤算啊！来。请。我这米粉就要收我3000啊！这厉害！袂歹。我搁想讲，我头拄仔搁想答案是讲，我哥替无喘气的人话过尔呢。我拄则我想讲加算友好，但是我是感觉敢若袂当安尼讲。恁哪会拢安尼？刷来，咱甲落山镰刀啊！好运之轮，好，搁一步诶。刷来是啥物？好运之轮有啊，好运之轮。好，通来好运啊！
哎，惊死波，好，惊死无？哎呀，哎，搁有通胜，哎呦，好来哦，而且佫会使佫洗一摆，原来跟我讲兄无，要不加一个广告， ，Where Eat 应该都点得到。有迄个呢，虽然答案普通啊，毋过声好听。对，个声好听，我即摆就想着豆花30块呢，但是迄手顶管摕搓冰啊，搓冰甲咖啡啊，即摆头壳内面拢是 Your Chinese food is coming。Your food's waiting 叮叮叮叮，叮叮叮 ，Your food's coming。好叮，好伊哩，这是你点的咖啡，还佫饭，还佫鸡卵糕啊，鸡卵糕无的，这是因为我头食去啊，当做活送费啊。我毋知我倒个做好笑，安尼无人咧笑，安尼有哇，有啦，好贵，好贵，好贵。好，安尼即个互伊哩，来，赶快互你6分，咦，阮相片拢有打掉呢，对啊，搁有一张啦，搁有一张，好，啊头拄仔好运之轮要袂洗，哦，惊死波，惊死无？即啥是我较惊死无？嘿对，哦对，因为你出来是6滴，好，死惊死波，无？差一点啊，对，差一点仔呢，起码都有通算。说来6波是，敢有机会有呢，即啥？哦，水哦，水啦，拢算了，当然饲袂着啊，饲着，来，阮咧正经人真正是想袂出，要滴请，丢啊，老师讲这两项袂当加起来，我来试看卖好啦。我感觉会使，会使，咱甲落山连打啊，哇，着你3步，爱水哦，哎呦，一个红包。有红包碎碎碎，请问你要永远无网络通好用，还是你要永远无朋友？啊，我应该跟英文无朋友。耶！哦，安尼无分，我朋友安尼，我朋友会减一个，袂使。我是讲网网通用，我会袂喘气呢，哦，无网络袂使啦。所以恁就是讲，无网络通用，我电动要安怎拍？嘿啊，我没有拍电动，我没有看影片。正音班嘅网络，网络对啦，网络。就是我一个人若是有网络，我就拍电动看影片，我拢会当家己算啊。哎呀，免朋友嘛，不要紧啊。哦，所以伙计对恁来讲完全都无重要。啊无，哦，你是线顶的朋友，嘛无网络就无这个朋友，你敢知？安尼有理无？反正迄个，反正迄个运命的红线会甲咱迄个牵做伙啊。咱想要干做伙你有女朋友的啦。毋是迄个意思。哇，遐险，哎快手呦，还是讲快手伫边仔静静看，哦，无，伊嘛咧笑。对，伊嘛会笑，咱刷来甲绿地连到啊。咱即摆绿地来到蛇头，请讲一句甲蛇有关系祝福的话。抓来趁大钱，真正逐年拢会使来，那啥物来，拢会使趁大钱，对，拢甲王无共懂不得，年拢趁。逐个拢想要趁。好，刷来互伊利行5步。好，啥物拢无。不要紧，小等还有机会。落山行一步，哎，拢无。啊，无说字起哎呦啊！哎呀，来，无遐好运之轮。嘿啦，哎呦哦，哎，毋过我感觉像切几步无差，系啊，可能到最后无亲啊，分手，高外位，哎，你要小拍，做伙啊，徛做伙啊，这就是运命的红线，甲恁牵做伙。干嘛呢？3步，来，通运命的红线，甲恁拆婚纱。好运之轮。
我感觉你即摆无遐好运之轮就优秀的呢。哎呀，什么意思？你是讲内底物就感觉件有趣味？顶回伤粗残。因为搬倒一只所以讲就是马蚁无遐好运，毋是歹运。哎呀，马蚁在你掠一只， 11到13迄只马蚁过来好啊。我甲你看稍微一，下下哇，敢若会当行一架，伊无遐长，互你加行一架，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有行啊，就有你迄抓趁，感觉够刷危抓灯险无？还是？对呢。歹势歹势，就是伊头拄是伫倒位？应该是伫遮。嘿，对，对。煞来，请落山山，连只豆啊五步， ，3、4、5，哎，好，无物件，好，落地行6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哎，都对呢。共一架呢，退6步，搁行6步。哎，永远，哦， 5箍胖，这个较疼吼，哎呀，5箍无伊啊，等到是上济呢。较袂要紧，看着在算第2轮，敢会嘛是共款第1名呀？有可能哦。感觉有机会呢。反正伊就会摕着上尾迄红包哦，偌大包毋知哦。哟， 1、2、3、4，哎，险啊！互你哎呦捡去，对嘛，来，结果所以讲小包是，嗯，嘿，最后一个红包是上大包的。我若无记毋着，应该是，啊，毋过我嘛有可能记毋着。退8步，哎，搁倒对，哎，对，我是安那，最后第4步记毋就着。歹势，我是讲，我是讲下个我惊着。无，遐粗残，无遐粗残，哦，惊着，应该是连刀啊，4步1、2、3、嘿，对，啊，好， 4，对，哇好有一轮嘿，好运之轮。是讲上尾包的红包上大包，敢会是伙子的嗯，签名较上？诶，有可能哦。来落山，请问你要搬倒一只马蚁？另外一条马蚁敢会较长，应该袂较长呢。应会该袂啦。较长哦。啊，不要紧啦，安尼我就搬4杯4到迄条来好啊。好，哎，搬着抓，好啦，无抓互你好啊啦。来，请讲一句甲抓有关系祝福的话。绝对好嘅，啊，绝对好嘅。好，绝对好嘅。哎，搁一个好运之轮呢。哎水，哎哟，无够创意啊！搁搬一只马蚁哦。哇，无我想无啊，我着用马蚁。毋过伊这个头先就有，啊对，头先就有呢。看你要搬共一支，还是要搬另外一支？我一支着继续用好啊。好，继续用好，好，互你行一架。所以咱甲绿地连刀啊4步， ，4步1、2、3，哎，到位。哎，哎哟，诶，哎，真正我想要掠迄个红包，赶快，安尼，安尼2摆拢是互伊得冠军呢，对无？哎呀，哦对呢， 2摆拢是上好个。钱搁拍无去，敢若2摆哦，搁会上好2摆哦个。哎呀，上济呢，那迄红包内底底啥？好，敢会使看即摆红包无？要是互大家敬者来，我上欠钱上散车的，我先来好啊。好，请问你要食西味的咖喱的，还是咖喱味的屎？香哦，有够太这有高，香哦，这有香哦，有香哈？我感觉我可能嘛是会选西味的咖喱。哦，西味的咖喱，哎，袂歹，甲我想的共款。哦，有一个讲法，因为是咖喱嘛是爱食的，所以讲迄个西味袂讲介西味。来，请问绿地，哎呦你要爱逐摆讲话一定互插话，还是别人讲话你一定爱甲插话？啊，别人讲话你一定爱就插话。安尼哦，哎哟，我感觉这2个差不多。啊，共款，嘿，互你6箍。来，请问伊你要看有所有的文字，毋过是 A 9，还是你想要会晓讲所有的语言，毋过是青眉牛？
我想要选看有所有的文字，因为文字也毋过是会到，哦，嗯，我嘛感觉两个意思差不多。同款。因为即马想讲网络会使拍字，嗯，嘛对，无法度讲话嘛不要紧啊。毋嘛是过若是爱用读的，就一定爱会晓读这个字，才有看有意思。上尾即个互大家拢会使回答，拢有分啊。来，好，好，请问你们永远敢若有阿辉开台，还是永远敢若有灰色开台？哇，这真你这是安尼啦！哇，你就知影阮要讲啥，你个安尼，我的手想要揀下骹迄個，毋過想今日清是你主楚。辦，所以緊電關迄個。啊，哦，綠地哪會遐溫柔啦？另外兩位咧，好啦，我嘛選要灰管。色，毋过若是要讲理，就一定是爱阿辉。我感觉我应该嘛是选电管啦，因为灰色迄工课就无用诶。哎哟，哎哟，有理呢灰色有理呢的荷花hiệu課。一個下骹加100電管加再講。我唔知影。我嘛要选阿辉啊！恁拢选阿辉，恭喜大家哎拢18箍。真正是安尼，真正差一點仔互你騙去呢，會驚哦，會驚哦，會驚誒。會我想驚无卖靠钱就好啊。嘛對，無靠錢就袂歹啊。恭喜大家拢大賺錢啦，吼。你贵好你，所以恭喜大家。今日這莫名其妙的節目就到這結束，祝大家週年快樂。你興這味的呢？這種奇奇怪怪的減少足好看吼，也咧，真正是替你無法，安尼一期好康的，你點入去看啦，點入去啦，拜託啦。